先把镜头刷到澎湖，来讲这个澎湖最近是无平静。澎湖的文康商圈是这个澎湖当地早餐街，有一个乡亲来这买早顿，讲看入去店内，看一个伫咧店内咧食早顿的人客安尼袂得，对方感觉讲咧甲因言起配面，双方是口角起相拍，5个人拍一个，警察赶到位，甲人移送法办。前一阵仔，这个马公市才发生着观光客拍当地人的砸车的冲突，即摆参在地早餐店嘛来爆发着集体纠纷，在地人烦恼哦，都惊治安是愈来愈歹。我走过条啊！我给他讲你老大，我不走了。伊是往是不是讲你请嘛？我来讲你请责任同志车道。双方的人马原未煞，警方到现场，两边犹原是刺牙牙继续咧相抢，边个有人替家己的兄弟咧赞声，只是食一个早起是安怎火气这么大咧？原来是昨仔6点多，高姓男子一群人伫咧澎湖文康早起街食早顿，姓周的查甫人含表兄到店内点菜时阵，目睭眼过高姓男子一群人，和对方掠准是咧甲人，双方就来起冤家，佮爆发着肢体冲突。嘿啦，遐人卖有代志上好啦，怎唔讲啊？是说怎卡当怎就是不相拍，我看。那这个真的很糟糕。带为相关涉案人等依法来侦办。那全案将依妨碍秩序、伤害毁损等罪来送办。文康商圈是澎湖在地早起街，有出名的豆奶店、牛肚汤，也有土鳶鱼鸡，选择真多。那在地人爱食，各地观光客若是来澎湖佚佗嘛，一定爱来吃皮芳。想要到这次看袂顺眼，就起卡动手。无偌久之前，才发生着观光客拍澎湖人，即摆又搁爆发着澎湖的早起店互相相拍事件，嘛互居民真烦恼。澎湖的治安是毋是又搁倒红灯？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